那呀哦安，我爱耶呀哈我哈呀，嘿嘿呀安，我爱呀我爱呀那呀哦安，我爱耶呀哈我哈呀，谢谢。听过这首吧？亚特兰大1996年，哦，你们可能还没有生出来哦。好了，原谅你们。那这是阿美族的一种很特殊的吟唱的方式，就很多吼嗨呀、吼一样。然后人家讲说，有些歌啊，如果你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你内心的那种难过、那种开心的时候，你就要用这种唱歌的方式，就很像 R&B 有没有？那 R&B 唱，然后就唱到呜耶，有没有？那呜跟耶有没有意思？没有意思啊，只是纯粹表达一个唱歌人的心情。中文也有啊，可是中文比较少，可能就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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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都只有啦而已。中文可能还有一点点，像阿美族特别多，你听到的哪路湾、尾哈嗨、阿黑黑都是，就刚刚唱的《花莲酒歌》，整首歌都在吼嗨呀，整首歌都在 R&B。然后我想到这个东西太特别，台湾可能没有人还开始使用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要用啊。然后我想说结合一些大家可能会熟悉的，就是如果一开始讲太传统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深深难懂。那没的话，我这样试试看好不好？就是我结合大家年轻人会喜欢的，就是 DJ 嘛，电音有没有？嘻哈嘛有没有？然后把电音跟嘻哈跟原住民看看那样的吟唱合在一起，你觉得会变怎样？不知道，我一开始想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矛盾，不知道会变怎样。然后我们今天试试看，反正我 DJ 已经来了，我就看唱刚刚那首歌，然后结合电音嘻哈，哇！那你们要帮我帮助我，要不然我等下会很干呢。我还要然后嘻哈，来帮我，假装一下嘻哈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试试看，从这首歌开始。有音乐吗？有，听得到吗？有点小声，可以大吗？这不太像 DJ 的音量啊，很弱。